要当机立断 deciding the next time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There are always tomorrows, so don't put off what you can do today。6. 学做圣贤先佛 follow the WHO 世界卫生组织术业有专攻 One might be an 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瘟疫。现在2022年的1月份了，2022年1月份哦，2021年全球很严重呢，确诊人数超过1亿呢，死亡人数数百万人。你看那新冠肺炎病毒多严重，瘟疫很可怕。后来要打疫苗，就缓和一下来。到了2021年的快年尾了，又严重起来，欧洲又严重起来。